大人想一夜围绕中午不成功，但是你一计不成，再生而出，你就逼李香君刚不让河头的爹娘作为小妾。嘿，杨龙宇呢，叫上欧弟我罗好这个300两银子过来做实卡。嘿嘿，哪里晓得个李香君事事不容，上面浪向是进退两难。但是杨龙宇每位动脑筋，而是自己想上一个相好叫李真理，这个李真理还是李香君的养母。嘿，我啥不来推龙无缝的？对个，耍道理，一方面爹娘门前我可以关照，可以交代，说起么爹娘不认得李香君，还不认得这个李真理。对个，这样一来呢，我可以两面来讨好。那么这个养母李真理啊答应，虚荣心极强的李真理叫啥某可以答应？喜，这个是喜中之喜，其子虽然喜，但是能够呼吸为宜。李真的代价啊，使得湘军东沟子眼睛门前的灾难。风雨飘零，梅香绿，门第冷落的悲剧。谁跟谁？我听一声老一气，
来两位真理恩客杨龙，他是奉命抓把某女奸，也相劝驾驭酒鬼相夫婿。南下兵的绣花旗，遥遥吉祥卷去接路水，娘龙玉美君君，多来追去非死美，走于为内，上去进，赤木真理，娘既用心对。你看他是非不见缘于谁，后不你的到江为伴对，事到几经非非想有冤家为心起风雨，写为美，明白真相，
家父是无义，我以不能让情罪换取为敌，殿后私犯你接受。一番，提过一番，私语应允许，公儿否呀，敬意。冷落的悲剧，李真理，应见出言语。那么这个养母李真理啊答应，虚荣心极强的李真理叫啥某口答应，喜，这个是喜中之喜，既知三如喜，但是能够呼喜为宜。李真的代价啊，使得湘军东沟之眼睛们是一个灾难。风雨飘零，眉相侣，门大人想一夜黑绕终不成功，但是你一击不成，再生而出。你就逼李湘军刚把那河头的爹娘作为小妾，嘿，杨龙宇呢叫啥欧弟我罗哈子个300两银子过来做实卡，嘿嘿，哪里晓得个李湘军事事不容，上面浪向是进退两难，但是杨龙宇每位动脑筋，而是自己想上一个相好叫李真理，这个李真理还是李湘军的养母，嘿。我啥不来推龙无缝的，对个，耍道理。一方面，爹娘门前我可以关照，可以交代；耍起么爹娘不认得李湘军，还不认得这个李真理，对个。这样一来呢，我可以两面在。我是对谁？
公子身受病，不去见之卡的飞。